明仔载就是总统大选，为着要减轻这个少年人回乡转票的经济压力，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年嘛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的计划。今仔日下晡3点半，就伫台北车头有开3帮客运，要载这的少年人回去转票。咱台记台的记者卢尚如甲曾俊佑伫现场为咱掌握，咱就来看因团内的上新的消息。 明仔载拜六就是总统立委大选的投票日，为着要因应回乡投票的人潮，所以台铁和高铁拢有加开车帮。另外，为着要减轻大家回乡投票的车主压力，所以台湾民主青年协会今年嘛有发起民主青年回乡的列车专案。所以讲，伫咧今仔日下晡，伊嘛打算要伫咧台北车头有开3帮头帮车客运，就是要分别前往花莲和高雄、屏东，载载少年家回去投票。这并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关注公共事务，长期以来是因为年轻人在投票上面，台湾的投票制度必须要回到户籍地，因此对年轻人造成一些结构性的困难哦。因为我其实是住在云林，那其实到台北这边念书，那如果说我搭高铁回家，其实以来回的车票来讲，就快要2000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返乡列车其实是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些困境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来参与的。今年回乡列车打算会当协助1220岁至35岁的少年家回乡投票，车资只要113块，而且路线有52条。主办单位就是望讲，透过这个计划，会当鼓励民众、鼓励少年家积极参与政治，用选票来决定家己和台湾的未来。以上是记者卢尚如、曾俊佑伫台北车头的连线报道，再来赶时间，9号主播。